俾傅喜文取代，新款傅喜文。都唔會再出。我錄痕記㗎咯喎，都冇得錄痕記啊！呢啲嘢。我錄喎。哎呀！仲逼過505嘅點解？有師奶嘅，直接師奶嘅呢啲嘢。點解仲逼過505嘅點解？random 啊嚇個位。1138，之後我後面嗰格唔知啦。1138、1142係咪？好。用霧好喎。GR Cross、GXL、GXL、GXL。第5。輕鐵嗰啲嘢問我得㗎啦，巴士問你，輕鐵問我得㗎啦，林麗樂。好啊。或者 PH5都得 ，LRT PH5咯，我會。本班為507列車前往屯門碼頭。你坐。你坐。下一站係佳林車票第1收費區。This stop is Greenway. The next Visualize. 我睇下後面嗰度影啦，我係。其實第幾期輕鐵好易分㗎咋，你睇個樣就識分㗎。最緊要睇到門。本班為507列車前往屯門碼頭。This is Route 507 to Ferry Pier. 請小心車門。Please mind the door. 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tightly.我自己輕輕點解好容易調咯263見到車即刻上咗之後，唔記得先攤咗你嗰個下一站係風景橋，為避免令其他乘客乘客月台及車廂內一律進電梯。Next stop is Piccadilly.
記唔記得啱啱嗰個 V6X 係咩車牌啊？1377。我拉你先，好似有個八字嘅。O K。好似有個八字。O K。YN 815，你幫我 copy 過去咯。哦，好啊。你都一條馬線要轉隻山站，我轉隻山。準備八門加氣密鎖㗎啦。屯門碼頭 ，This is Route 507 to Ferry Pier。請小心車門 ，Please mind the doors。請緊握扶手，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tightly。啊，有 AT 咩 AVG 啊？我係喎，有 ATE 喎。咩 AVG 啊？邊度見到 AVG？後定 AMNF 嚟㗎嗰架 ，AMNF 嚟㗎，sorry，21嚟㗎。AMNF 21，哇 U 廠原來係咁嘅樣㗎。This is Route 507 to Ferry Pier。請小心車門。好熟悉嘅身形，我中意哇咁新淨嘅，點解個 ATE？應該重新油過漆啊！搣咗鋼之後重新油。好靚喎嗰架，如果而家鐵甲都可以油紅就好啦。佢係搣鋼漆。哇 M6FX 停咗喺度，咦全港 M6FX 手勢影喎，爛果。佢個梯個爛得仲勁。舊頭喺度叫頭 V6S 啱啱冇㗎。原廠係咪露天台㗎？哇！係咪好震撼啊？成晚都有 U 廠。咦見到架龍運鐵甲嘅，點解會見到？咦好震撼喎！你覺得咁樣係咪好靚、好好睇啊？個樣。龍運咧係咪？其實嗰間係咪露天台啊？應該露天。係啦。冇室內。我唔知道。Feel so good！我第一次陪你哋一齊搭輕鐵喎，講真。係第一次。第一次，你係咪第一次搭輕鐵㗎？係啊，第一次。第一次一嚟就搭第5期。即係你搭咗幾次輕鐵？我搭咗起碼100次。100次多100次。但係次次都好懇求咩？100次之前係計埋我小學嗰陣時㗎。咩？我計小學嗰陣時成日遊輕鐵河㗎嘛。咁中意去嗰度嘅？我小學去輕鐵有咩問題啊？你屯門元朗有冇做到？我人生中搭咗第3次輕鐵啊！我人生已經搭咗唔知幾十次輕鐵。搭咗第3次。我想瞓覺。你人生第一次搭輕鐵就係今日啦，係咪啊？係第一次。我第唔知幾多次啦，其實應該冇100次咁多，只係我數唔晒先要誇張法講100次啫。你明唔明咩叫做誇張修辭手法？我係第100次係誇張修辭手法。嗱，呢架係第1期嚟嘅。第1期佢本來係同第2期輕鐵嘅圖狀一樣，但係佢油咗漆咯。佢翻新咗㗎。第1期翻新。唔俾單車，唔俾的士，唔俾貨車。呢度就只限巴士。下一站係屯門碼頭總站，所有乘客請在此站落車。復古啊！復古啊！復古啊！邊度復古啊？飛 lift 啊！復古飛 lift 啊！城巴嗰度㗎。我以為撳翻先。復古啊！你睇下 B3，哎呀 B3唔得，冇希望啦。B3唔好搭。B3 喎 ，B3貴到嘔血。好啦，落車啦。咦，路軌嚟㗎？你喺路軌落車啊？哦，爭啲白，罰你！爭啲白又話我試。你唔好學藍田舞嗰啲嘢啦，好冇啊？保持鎮定，唔該。可以好禮貌保持鎮定。
下手。你哋兩仲有40蚊，你哋係咪2蚊啊？冇錯。我兩個6喎，2個6。有 A 嘅咧？我2個6。